哎呦，你干嘛啊？别吵，别吵着我奶奶，把门关了，窗帘拉上，我要睡觉。你赶紧把衣服穿上，我有件事要找你聊一下。这是我的家，我穿不穿衣服是我的自由。可是你不穿衣服，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哟，都嫁到我们家了，还装清纯呢？行，我让你一次，有什么话快说，我要睡觉。是这个样子的，虽然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，但是呢，之前并不熟悉，对吧？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，我们俩……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你嫁到我们顾家，不就是为了我们顾家的钱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个婚，我是为了我奶奶结的，我是不想让她老人家太失望，所以结婚之后，我也不会尽什么丈夫的义务。说的难听点，咱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，我还要找我自己的真爱呢。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有钱了不起吗？我才不稀罕跟你发生关系呢。太好了，有你这句话。把这份合约签了。第一，女方不得干预男方的私生活；第二，女方不得强行要求同床共枕；第三，女方只具有顾少夫人的身份，但是不具有任何实质的权利；第四，行了，别看了。既然你不想跟我上床，就把合同签了吧。你这个分明就是霸王条约，全部都是约束女方的。那么男方呢？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看上你的。把合同签了吧。哼，你这个是不平等条约，我拒绝。那你要是不肯签，就是对我有意思了，想跟我上床了。你放心好了，我对你一点想法都没有。那太好了，这件事先不要让我奶奶起疑心。我们暂时睡一间房，但是你不能睡我的床，你睡沙发。女士优先的道理你不懂啊？要睡是我睡床，你睡沙发呀？这是我的房间，凭什么你睡床啊？再说从小到大我还没睡过沙发呢。那我也不是睡沙发长大的呀。好，我再让你一次，床一人一半，但是你不许性骚扰我。这什么鬼？分床神器。神经病！操！4个4，4个5，4个5，开，开！可以呀！哎，我说西城啊，你这结没结婚没啥脸样吗？啊，老子不管你吗？他怎么能管得住我啊？该怎么玩怎么玩啊！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气概，洗澡。再来一把。爸，娜娜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啊？猜。那咱们就去喝酒，来，喝酒，娜娜，你叫 Nancy， 来，干杯！这2天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老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觉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。西城每天晚上
还在外面乱跑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个，我别这个那个的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媳妇儿，你就得要尽到责任。对西城，你不能再这么放纵他了。如果你要尽不到自己的责任，那我就要考虑，是不是换个孙媳妇儿了。顾总，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后签个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订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给总裁夫人吗1束给安娜，1束给米歇尔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苏小姐吗？怎么办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顾西城嘛，真麻烦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轻松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会不会被顾老夫人赶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坏了贺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妈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我听说顾西城现在还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呀来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个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让他跟那些女人断了来往。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觉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会儿觉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干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结婚之后谁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谁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说过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让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让那就直说呀。顾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兴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嗯。